大家好，今次嘅活動係千與千尋塘魚養殖業及魚塘濕地雀鳥大解密。本次活動係由香港觀鳥會魚塘保育計劃為響應全國生態日而舉辦，受鄉郊保育資助計劃及鄉郊保育辦公室資助。咁我哋開始前，我哋先介紹一下香港觀鳥會。香港觀鳥會成立於1957年，喺02年獲認可成為公共性質慈善機構，94年加入國際鳥盟。並喺20年正式成為東亞澳大利西亞遷飛區夥伴關係成員，22年正式成為國際自然保護聯盟成員。香港觀鳥會嘅願景係希望可以達到人鳥和諧、自然長存。我哋致力於教育、科研、生境管理同埋保育政策倡議，希望啟發到公眾一同欣賞同埋保護我哋嘅野生雀鳥同埋佢哋嘅生境。喺開始之前，想問一問各位觀眾兩條問題。大家唔知有冇食過香港出產嘅淡水魚呢？冇都唔出奇嘅。但希望今日嘅講座可以令你了解多咗香港出產嘅淡水魚啦。咁第二條問題呢，就係講起濕地嘅話，唔知大家會諗起啲咩畫面呢？咁我相信大家應該首先都會諗起濕地公園啦，或者係米埔自然保護區呢兩個最具有特色嘅一個濕地環境啦。但係其實呢，香港咧仲有好多唔同種類嘅濕地存在喺度嘅喎，咁我哋要先知道咩係濕地呢？其實濕地咧就係指緊可能沼澤泥灘啦，無論佢係天然人工啦，定係永久性、暫時性死水定係流動嘅水啦，淡水、鹹水都可以係濕地嘅，只要佢喺潮退嘅時候水深唔超過6米嘅地方咧，其實佢都可以稱作濕地嘅。咁呢度有個問題咯喎，泳池又可唔可以算係濕地呢？佢同我哋今日講嘅主題魚塘有咩分別呢？我哋諗一諗，好似兩者都係一個人工塑造開墾出嚟嘅一個生境啦，同時咧大家都係唔係流動嘅水嚟嘅喎，仲要都係淡水。咁有咩分別係會令到我哋知道泳池唔係濕地，而魚塘係一個濕地嘅生境呢？其實咧最緊要咧，其實係個生態價值啦。雖然兩者咧都係人工同埋淡水嘅一個環境啦，但係魚塘嘅生態價值咧遠比泳池高，所以我哋會知道魚塘咧係一個香港重要嘅濕地。如果我哋去定義濕地咧，我哋會提到一個公約啦，就係拉姆薩爾公約，簽於1971年。咁咧佢就係幫我哋喺呢個國家層面上咧制定咗一系列嘅有關濕地啊保育同埋佢哋如何善用濕地嘅資源嘅一個綱領俾我哋去作政策嘅參考啦。拉姆薩爾濕地咧嘅意思就係一個生態上重要嘅濕地。咁其實要成為拉姆薩爾濕地，你係有啲條件嘅喎。咁咧，佢其中一個條件咧，其實就係一啲受威脅嘅群落咧，會依賴呢片濕地嘅。就好似一啲係瀕危嘅物種啊，或者易危嘅物種啦。咁佢哋會嚟到嗰片濕地去棲息、去覓食嘅話咧，其實佢就係依賴呢片濕地啦。咁我哋其實可以先睇下香港嘅情況啊。其實香港嘅濕地咧，會出現一種雀鳥咧，可能好多朋友仔都會知道，其實咧佢就係黑臉琵鷺啦。黑臉琵鷺咧嘅狀態咧，其實係易危，同時間佢每年咧都會有一群嘅黑臉琵鷺到訪香港啦。咁就咁啱就係第二個要成為拉姆薩爾濕地嘅條件啦，就係要佔到某一種濕地鳥種嘅全球族群嘅1%會到訪呢片濕地喎。咁而家暫時2026年最新數據啦，黑臉琵鷺全球嘅數量係7746隻。咁其實香港咧大概佔咗4.4%左右咧，都會到訪香港嘅。第三個條件咧，就係拉姆薩爾濕地咧，必須要有2萬隻或以上嘅雀鳥咧，會群集喺嗰度嘅。咁每一年咧，香港都會有接近5萬隻嘅水鳥啦，會到訪香港。所以咧，其實香港係十分之符合呢個生態學上重要嘅價值嘅。咁所以咧，其實1995年咧，香港已經成為一個國際重要嘅濕地㗎咯喎。咁其實就係我哋而家知道嘅米埔內后海灣拉姆薩爾濕地啦。咁我哋知道其實原來濕地十分之重要啦。其實濕地喺香港嘅邊度咧？魚塘又喺香港嘅邊度咧？咁我哋一齊嚟睇一睇呢個地圖啦。咁其實咧，我見到右下角咧俾咗個大概方位我哋嘅。咁其實主要咧都係喺香港嘅大西北啦。黑色線圈住嘅範圍咧，其實都係拉姆薩爾濕地嚟嘅喎。
咁入邊咧會見到有泥灘啦，或者係一格格綠色咧，其實呢啲就係咧一啲魚塘啦，或者係一啲基圍嘅範圍。其實咧佢係一樣同泥灘一樣，構成咗我哋好重要嘅一個拉姆薩爾濕地啦。但我想各位又睇一睇，其實咧黑色線出邊咧都繼續係有魚塘嘅範圍嘅喎，即係其實魚塘嘅濕地咧係延伸至更加遠嘅地方，唔單止係拉姆薩爾濕地入邊嘅。咁我哋可以睇下啦，魚塘嘅範圍咧，大致其實係一路由天水圍啦、元朗去到上水嘅。咁佢哋嘅名可能大家比較陌生啦，通常可能聽得比較多係南生圍，可能大家會去踩單車啊去玩嘅郊遊。咁同埋咧，我哋嘅新田啦、馬草路較北啲嘅地方咧，其實都係好大量魚塘嘅集中嘅範圍嚟嘅喎。咁呢度構成咗我哋嘅香港好重要嘅一個濕地嘅生境啦。咁有幾大咧？其實咧，俾個數字大家先。其實魚塘佔地啦就係1115公頃，咁1公頃咧就大概係一個足球場咁多。所以咧，其實香港到而家都仲係有一個1000個足球場咁多嘅範圍咧，都係作為我哋嘅一個淡水漁業嘅魚塘嘅。咁大家可能有個問題喎，咦？香港唔係寸金尺土嘅咩？應該土地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好需要多啲土地去發展嘅喎。咁點解香港會有1000個足球場嘅範圍都係魚塘呢？咁其實咧，魚塘咧同香港嘅歷史咧發展都息息相關嘅喎。其實魚塘咧係見證住香港嘅歷史嘅。由40至50年代開始，其實咧已經係成為緊一個開墾嘅標誌啦。大家可以睇一睇我哋兩張嘅航拍圖啦。咁一張係45年嘅，一張就係近照啦。其實咧可以見到45年咧，雖然咧同而家對比啊，係會比較冇咁多嗰啲綠色嘅一格格啦，即係冇咁多魚塘嘅範圍。但係其實睇下黃色箭嘴嘅範圍咧，45年嘅南生圍啊，或者係當時嘅聯興圍咧，其實南部咧嗰邊咧，已經係開墾咗啲魚塘啊，或者係啲稻田嘅痕跡出現咗㗎咯喎。咁因為當其時咧，其實係因為受移民潮嘅影響啦，其實我哋人口急升嘅話咧，食物咧都需求都會上升，所以其實多咗人開墾咧，去種一啲叫鹹水稻啦，其實就係耐鹽嘅稻米啦。因為後海灣咧係近海嘅，咁所以咧呢啲嘅稻米咧就係紅米為主啦，就係當時支撐住人口嘅食物供應嘅。咁去到後期啦，54年開始咧，其實稻田咧開始轉化咯喎，佢轉化做一個叫基圍嘅一個操作啦。咁其實佢哋由一個濕地，即係一個沼澤開始變稻田，然後再演變為基圍啦。咁我哋又會諗下，哦，基圍好似聽得多，咁其實大概上基圍究竟係乜嘢咧？其實基圍咧就係一個有閘口控制水流進出嘅農業操作。咁咧佢哋會利用潮汐啦，將啲魚蝦嘅 BB 啊引入去基圍入邊，然後咧就再關埋個閘口啦。喺基圍入邊咧天生天養，咁咧啲蝦苗咧魚苗咧會食紅樹林嘅枯枝落葉啦，然後等佢天生天養自己去長大嘅。咁收成時候咧，只要等基圍外邊潮退嘅時間啦，再開啓個閘，然後等基圍入邊嘅水自動流出去海或者河咧，咁啊再網起中間會有嘅長咗嘅一個蝦啊、魚啊，作為一個糧食供應啦。基圍咧其實係一種利用自然生態去自己生長嘅一個農業嘅收成嚟嘅。去到後期啦，點解會基圍會變咗做魚塘呢？其實就因為後海灣一帶咧個水質受到污染啦，加上呢啲紅樹林咧就被大量斬伐啦，令到咧其實基圍嘅盈利下降，加上魚類咧開始需求增加，咁咧市民就開始改食魚咯喎，咁咧佢哋就會將基圍密封起來啊，然後咧去圍網捕捉，唔再係基圍放水去攔住佢捕捉啦，再加上唔係天生天養啦，咁因為漁民會餵飼佢哋啦，用唔同嘅飼料，所以咧佢70年代開始到而家咧，咁魚塘都係一個香港好重要嘅農業發展嘅歷史嚟嘅。除咗一個
農業啦、漁業嘅歷史之外咧，其實保育嘅歷史都係喺我哋嘅濕地度發生咗嘅喎。因為1976年開始啦，已經俾政府知道咧，其實米埔係一個具特殊科學價值嘅地點嚟嘅。咁83年其實已經開始咗去管理呢個自然保護區啦，然後95年就正式成為一個拉姆薩爾濕地啦。咁對到近年咧，其實我哋有保育到唔止嘅生態啦，同埋一個文化上咧，我哋有基圍呢個傳統操作咧。都係大部分可以留翻喺米埔度嘅。咁我哋而家現存咧，都喺米埔入邊咧，仲有17個一個鹹淡水嘅基圍可以仍然在運作到啦，去記錄低我哋香港獨有嘅一個歷史啦。除咗基圍之外咧，其實香港養殖呢個淡水魚技術咧，都係錄入咗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入邊嘅喎。其實就因為一個傳統嘅養殖技術咧，佢都可以體驗到當時人嘅民間智慧啦，可以喺香港呢個彈丸之地餵飽到一代又一代嘅香港人嘅喎。咁今日其實就係想同大家介紹一下啦。咁其實咧，我哋會將大概傳統嘅養魚嘅一個操作啦，分為一個七部曲。咁其實呢七部曲就係我哋香港淡水養殖業嘅運作嚟嘅。咁希望今日可以為大家帶嚟多一啲嘅新知啊！希望大家了解多咗，點解我哋會咁珍惜呢個香港嘅魚塘呢？唔知大家有冇養過金魚呢？其實咧，金魚同魚塘養魚咧係就有啲接近嘅，因為其實大家都喺一個密封嘅環境入邊養啦。但係我哋養金魚之前喺魚缸入邊，我哋最重要咧其實係啲水。咁咧，我哋要調校個水質啦。養淡水魚咧，我哋嘅水質都好緊要嘅喎。咁其實咧，漁民咧都會用唔同嘅物料去調校個水質啦。就例如香港嘅水質偏酸，咁漁民會用熟石灰啦去中和翻個酸鹼度啦，或者用茶籽粉，咁佢咧係有個驅蟲消毒嘅功效嘅，咁可以消毒翻個魚塘入邊嘅泥土啦。同時間佢哋會落啲花生膚，咁花生膚其實咧就係榨花生油，然後剩翻落嚟嘅副產品啦，佢可以提高魚塘入邊嘅養分，令到佢嘅微生物嘅生態系統可以更加健康。咁可以見到啦，其實咧熟石灰就會俾漁民用嚟調校水質啦。咁可能市民會擔心喎，點解熟石灰好似啲化學物料咁嘅？咁其實香港嘅食水處理啦，即係大家日常飲用嘅食水咧，都會用呢啲熟石灰去調校水質嘅。所以其實漁民採用嘅一啲物料咧，都係天然啲啦，環保啲，唔會對環境造成負面嘅影響嘅。咁當水質調校完畢之後咧，漁民會先放入少量嘅魚苗啦，去試一試水質啱唔啱啲魚嘅生長啦。如果係冇問題嘅、健康嘅，咁漁民先會繼續去放大批嘅魚苗入去開始飼養嘅。咁我哋究竟會魚塘其實出產緊啲咩魚？漁民養緊啲咩魚咧？呢四種咧就係香港現時淡水魚養殖較常見嘅四種魚啦。咁首先就係烏頭啦，仲有草環即係環魚、大頭魚啦，或者羅非魚嘅。咁羅非魚就比較多名嘅，台灣可能叫吳國魚啊，或者啲人非洲嚟就叫佢做非洲鯽，或者叫佢做福壽魚。咁可能當中比較出名嘅咧，其實就可能烏頭啦，可能大家聽過元朗烏頭或者黃油烏頭。咁其實我哋呢個面貌可能比較唔係咁熟悉喎。係啦，咁就可能烏頭大家聽得多係潮州嘅打冷啦，或者一啲蒸魚都會食到烏頭嘅，咁或者係鯇魚啦，或者酸菜魚都會用到鯇魚嘅。咁大頭魚可能大家咧較常啦，都係食佢個頭攞嚟煲湯嘅。咁羅非魚就可能係啲炸魚柳啊，或者蒸魚都會食到羅非魚嘅。除咗餵飼料之外咧，其實香港嘅淡水魚咧仲會食麵包㗎喎，同埋咧會食麥糠㗎喎。咁當然啦，唔係同人食嘅嘢一樣啦。但係咧，呢啲係作為一個食品加工廠嘅副產品啦，例如方包嘅邊啦、皮啦，或者係啲麥糠啊或麵粉咧，其實咧漁民都會收購翻嚟餵魚嘅。咁再者，可能有啲係豆渣啦，即係豆漿啊、豆腐嘅副產品啊，或者係公仔麵嘅碎咧，其實都會轉化為一條條嘅香港嘅淡水魚㗎喎。所以咧，香港人同香港魚咧，其實食嘅嘢咧，某程度上咧，都係一樣㗎喎。咁講完啲魚會食咩啦，但係其實有一點啦，就係香港嘅
混合飼養技術喎，其實都係一個體驗到我哋傳統嘅職業嘅民間智慧嘅一個方面啦。例如點解會一塘魚入邊養緊唔同種類嘅魚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嘅。咁第一點咧就係可以充分利用個飼料啦。第二點就係可以保持水質穩定，減少疾病。第三點就係可以善用翻個水體嘅深度啦，提翻高個產量。充分利用飼料啦，因為咧其實唔同嘅魚咧係會食唔同嘅飼料嘅，就係頭先講到嘅烏頭啦，佢係雜食性嘅。咁好多時候喺魚塘入邊咧，佢哋係會食麵包嘅。咁例如草鯇呢啲咧，顧名思義，咁其實佢係食草食性嘅，佢係食草嘅喎，即係魚塘邊嘅草啦。漁民打完草咧，其實鯇魚咧係會幫手食翻啲草。仲有啲濾食性嘅魚啦，例如大頭魚啦，咁佢就會專食水入邊嘅一啲藻類啦、浮游生物。有啲濾食性嘅魚啦，其實可以保持水質穩定嘅喎，即係例如佢食藻嘅微生物嘅，咁其實個塘入邊就冇咁容易有藻類嘅爆發啦，減少翻魚入邊成塘嘅一個疾病發生嘅可能性嘅。咁同埋啦，其實咧魚塘就好深嘅，咁通常咧2米至3米水深啦，咁同埋魚有唔同嘅習性啦，有啲魚中意喺表面啲嘅淺層啲嘅，咁例如鯇魚啦。咁仲有啲魚係中意喺中間嘅，大頭烏頭啦，魚仲係會中意喺底嘅，底棲啲嘅，咁佢就係鯪魚或者係啲福壽魚啦。咁其實一個塘咁深，養唔同嘅魚咧，反而可以提翻高個產量，令佢哋嘅密度高咗，幫到漁民增加佢哋嘅收入嘅喎。咁我哋終於歷經艱辛養完魚啦，咁其實最重要咧就係收穫啦。咁其實漁民叫收穫做刮魚，咁咧我哋啱啱講到啦，其實魚塘嘅深度好深㗎喎，咁我哋如果要落去做嘢，咪好麻煩。所以咧漁民咧刮魚之前咧，佢哋會去降低個水位，然後咧方便佢哋做嘢啦，一嚟，二嚟咧就係佢令啲魚咧都冇乜地方可以逃走，咁佢就可以方便圍起啲魚啦。漁民咧就會拉個網圍起啲魚，集中喺一個細嘅地方，方便佢哋去刮魚啦。即係其實揀選一啲啱大細啦、啱種類嘅魚去賣出市場嘅。所以刮魚呢個部分咧都十分考驗漁民嘅合作啊，或者係佢哋嘅經驗嘅。咁當漁民咧集中捕獲咗啲魚之後啦，佢就會用一個纖維艇或者魚桶嘅方式，佢即刻雪凍啲魚嘅，然後咧再賣出我哋嘅魚類批發市場啦，然後就去到我哋唔同市民都買到嘅街市啦。刮魚咧降低個水位咧，除咗方便咗我哋人類之外咧，其實都方便咗雀仔嚟進食啲魚嘅喎。因為咧水位太高嘅時候咧，水鳥咧都降落唔到喺個塘度啦。但係你降咗水之後，咁咧例如啲雀仔好似黑臉琵鷺或者小白鷺咧，佢就可以飛落個塘度捉魚咯喎。但係咧，佢又唔會同人爭魚食嘅喎。點解咧？因為人食嗰啲咧係大條好多嘅，咁呢啲雀仔啦，佢哋會食啲細條啲嘅魚啦。咁其實變相咧，其實清除咗啲雜魚，即係其實啲係啲養唔大，可能係唔健康啊，或者偏細嘅魚咧，冇乜經濟價值嘅。咁咧，佢哋就會捉晒啲雜魚食啦。其實變相咧，其實幫咗漁民唔使嘥人力物力去清除呢個塘剩翻嘅雜魚嘅喎。咁我哋使用完個魚塘啦，就好似養魚咁，用完個魚缸，咁其實我哋好重要嘅咧，就係一個清理嘅步驟啦。咁咧，我哋魚缸可以去慢慢去洗，慢慢去捽。咁魚塘又可以點樣去清理咧？其實咧，漁民就會用翻一個天然嘅陽光去消毒我哋嘅魚塘啦，因為佢可以令到我哋嘅沉積物，即係啲點解會有沉積物咧？其實就因為我哋會有魚嘅排泄物啦，一啲食唔晒嘅飼料啊，佢會沉咗喺個魚塘嘅底啲泥度嘅。久而久之咧，啲厭氧菌會產生啲毒素啦，所以咧，我哋曬塘可以幫助我哋消毒我哋嘅魚塘底部嘅。咁同時一時間啦，啲腳仔再短啲嘅雀仔咧，都可以飛落個塘度啦，捕捉一啲泥入邊嘅昆蟲啦，或者係啲無脊椎生物嘅。咁主要都係啲含核類啦，以呢啲甲殼類啊為主食嘅一啲鳥類咧，喺曬塘嘅時候咧，會光臨我哋嘅魚塘啦。咁當曬乾咗個塘底之後咧，其實漁民就會把握呢個機會去修補我哋嘅魚塘，因為咧產塘咧係都隔可能會幾年嘅，咁呢個時間養魚咧係會令到個塘薄有所損耗啦，可能會崩咗、裂咗、會漏水。咁呢個時候咧曬乾咗嗰啲泥咧就可以用推土機啊或者挖泥機咧去修補翻個魚塘。
或者係維持翻個傾斜度啦，方便人去做嘢嘅。咁同時間傾斜度咧，其實係幫到啲雀仔可以平時就算滿水嘅時候咧，夠斜，其實雀仔都可以多咗個機會喺魚塘嘅邊度咧覓食嘅。咁剷完塘之後咧，其實又可以投入新一批嘅養殖嘅操作入邊噶咯喎。佢其實呢個七部曲咧，就係周而復始，不斷咁循環啦。然後咧可以養活咗一代又一代嘅香港人啦，源源不斷咁產出我哋香港製造嘅淡水魚嘅。咁喺呢個七部曲嘅循環入邊啦，其實魚塘係提供咗豐富嘅資源俾人類同埋鳥類啦。咁我哋可以食到一條美味嘅魚，然後鳥類咧都係喺度覓食、安身同埋棲息喎。喺魚塘啦，其實人類同鳥類都可以各取所需。其實就我哋希望達到嘅願景啦，可以達到人鳥和諧嘅。因為其實鳥類咧對魚塘咧呢個棲息之所嘅需求都十分之大。其實就因為魚塘嘅大部分雀鳥咧都係候鳥嚟嘅喎。候鳥其實就係即係佢哋係遷徙過嚟啦，其實佢哋每次都係遠道重洋而來嘅喎。就因為香港咧，其實就喺我哋世界9大飛行路線之一嘅東亞澳大利西亞遷飛區入邊啦。呢個遷飛區咧，其實北咧會去到西伯利亞啦，或者阿拉斯加嘅。咁南會去到我哋嘅澳洲或者係紐西蘭啦。咁其實香港正正就係一個中間嘅點啦，提供咗好多我哋遷徙嘅雀鳥一個好重要嘅加油嘅地方喎。咁點解雀鳥要遷徙咧？但係就係因為喺春天、夏天啦，咁北面咧，就算係俄羅斯咧，都會比較溫暖啦，食物充足，同埋日照時間比較長啦。咁去呢個時候咧，候鳥就會把握機會喺北方度繁殖生息。咁但係啦，去到我哋嘅秋季、冬季啦，咁轉涼啦，日照時間會偏短啦。咁同埋咧，我哋啲水鳥咧依賴嘅啲水體咧會結冰啦，難以去覓食嘅。咁呢個時候咧，候鳥就會向南方遷徙啦。咁我哋香港作為一個沿岸嘅路線嘅樽頸位啦，其實當中咧佢哋嘅棲息同埋呢個食物嘅覓食地方咧係十分之重要嘅。對於啲遷徙嘅雀鳥嚟講啦，係一個佢哋補給加油嘅地方嚟嘅。同埋漁民都會選擇喺秋冬季度進行降水啦，或者係曬塘嚟操作啦，因為秋冬季嘅雨水比較少，咁咁啱就可以服務到我哋呢啲啱啱到嘅一啲候鳥啦。冬天啦，北方咧氣候都開始回暖咯喎，咁其實雀鳥咧都會把握時間翻去北面度繁殖啦，所以香港作為一個中繼站咧，對於佢哋每年都要遷徙嘅雀鳥嚟講咧，係十分之重要。咁以下落嚟有條短片啦，介紹翻我哋嘅魚塘保育嘅工作啦，同埋等大家了解多咗我哋香港嘅魚塘喎。米埔內後海灣一帶，每年為5萬隻水鳥提供棲息地，魚塘功不可沒。為數不少鳥類今日都一直喺魚塘上空巡邏，或於高處站崗，靜候時機。後海灣一帶現存700幾個魚塘，蘭姨同佢嘅丈夫陳生係其中一啲依然堅守住呢片土地嘅養魚戶。從起身開始，咁我第一件事咧6點零鐘，咁我就要巡晒3個塘嗰啲邊邊，睇我哋嘅真養，睇我哋嘅水靚唔靚。咁啊到8點零9點鐘，打啲草落去俾鯇魚食。咁我哋就再落飼料啦，食啲麵包啦、餅乾啦。呢個塘咧就矜貴啲啦，就同觀鳥會合作去養呢個生態塘，規定我哋要落粟粉啦、敷餅啦。嗰個烏頭啊，成塘魚都夠大啦，你咪要乾塘咯，全部清晒佢咯。時機終於來臨。魚塘喺掛魚後會萬鳥空巷，淺水嘅魚塘會吸引大量不同品種嘅水鳥嚟捕捉掛魚後剩低嘅細魚，1000幾2000都有噶，即係大大細細計埋白殼啊，總之佢白色嗰個叫佢做白殼咯。其實白殼係好罕見嘅物種，我哋通常見到嘅都係白鷺、黑腳、黃腳趾、
黑嘴係小白鷺，小白鷺有時會抖腳，想令獵物於水中現身。另一邊有隻白鷺捉到一條魚喎，黑腳、黑腳趾、黃嘴，體型比較大，係大白鷺。有一位主角已經不知不覺出現咗，係黑臉琵鷺。哦，冇事冇事。黑臉琵鷺有匙羹形嘅嘴，喺水中微微張開，掃食魚蝦。魚塘仲吸引咗唔少其他品種嘅雀仔，有長體嘅代表黑翅長腳鷸、青腳鷸、白腰草鷸、水蛭、中背白鷺、黑眉尾鶯、黑喉石雉、黑卷尾、斑魚狗、白脊靈、紅嘴鷗。有咗陳生、蘭姨同一班養魚戶打理魚塘，魚塘又點止淨係養魚咁簡單啦，仲養活咗好多其他動物。睇完條片啦，希望大家對香港嘅雀鳥多咗認識啦，或者係對我哋保育嘅工作多咗認識。咁其實咧，接下落嚟咧，就希望可以同大家介紹下其實香港嘅鳥類有幾豐富咯喎。可以繼續俾組數字大家對比下咯喎。咁大家可以見到中國嘅面積啦，就係960萬平方公里啦。咁香港嘅面積就係大概1106平方公里嘅。咁但係咧，香港嘅鳥種啦，可以達到咧中國鳥種嘅1/3嘅喎。喺香港可以揾到超過580種雀鳥。咁其實咧，可以見到香港呢個地方雖然細，但係講起雀鳥嘅物種咧，其實係十分之豐富。而我哋喺魚塘咧，其實就可以揾到267種，即係其實咧接近香港總數嘅一半嘅鳥類咧，都可以喺魚塘度揾到嘅喎。大家介紹下我哋香港魚塘嘅鳥類多樣性啦。咁第一種咧，想介紹嘅就係我哋嘅黑臉琵鷺啦。咁佢叫黑臉琵鷺，就係因為咧佢塊面係黑色嘅，再加埋佢琵琶狀嘅嘴咧，就得名做黑臉琵鷺啦。咁咧佢隻眼係紅色嘅，羽毛啦就白色啦。咁佢會喺魚塘度捉魚嚟食嘅。咁其實講起黑臉琵鷺啦，佢係一個明星物種嚟嘅。咁佢係一個保育成功嘅例子啦，就因為咧喺1994年咧，其實佢係一個極度瀕危嘅物種嚟嘅。幸虧可以有全球共同努力啦，即係唔止香港啦，仲有台灣、日本、南韓嘅各方保育人士嘅努力下咧，令到佢喺25年終於被評級為呢個易危啦，係一個成功復育嘅例子嚟嘅。咁第二種就想同大家介紹下魚塘揾到嘅鷺鳥啦。咁魚塘咧，我哋會見到大白鷺啦。咁大白鷺咧，全身就係白色嘅，但係咧，大家留意佢嘅嘴啦，佢嘅嘴係黃色嘅。咁佢隻腳咧就全隻都係黑色嘅喎。點解要大家留意佢嘅嘴同腳咧？就因為咧，魚塘除咗揾到大白鷺之外，我哋仲會揾到小白鷺嘅。咁小白鷺咧，同佢大白鷺一樣，都係全身都係白色嘅。咁但係咧，小白鷺個嘴咧係黑色嘅喎，腳咧雖然係黑色，但係留意佢嘅腳趾，佢嘅腳趾咧，小白鷺嘅腳趾係黃色嘅。咁千祈咧就唔好撈亂，以為小白鷺咧大個咗就會變大白鷺啦。佢哋兩個係完全唔同嘅物種嚟嘅。雖然咧佢哋兩個咧都會喺魚塘度捉魚嚟食，咁啊除咗魚之外咧，佢哋仲會捉啲青蛙或者係啲大型嘅昆蟲去進食。揾到嘅鷺鳥咧，除咗大白鷺、小白鷺之外咧，其實有一種好大隻嘅，佢就係蒼鷺啦。咁其實咧佢站立咧高度都有1米咁高啦，佢係以魚為主色啦，同埋咧可以見到佢有黑色嘅眼紋啦、黃色嘅嘴。咁身咧就唔係白色啦，咁佢咧就係一個灰色、藍色加白色嘅一個混色嘅組合啦。咁如果喺魚塘見到隻好大隻嘅灰白白有啲藍色嘅大型雀鳥咧，就應該都係蒼鷺嚟㗎啦。咁除咗鷺鳥之外啦，咁其實咧魚塘仲有啲最常見嘅猛禽㗎喎，就係麻鷹啦。咁佢嘅正確名稱咧就叫黑鳶。咁咧，我哋可以留意到啦，麻鷹會成日喺魚塘上面盤旋嘅。咁佢咧就係深啡色啦，佢啲羽毛咧翼尖就好似手指咁樣嘅，尾羽咧就少少地凹入去啦。但係其實咧，麻鷹喺魚塘咧主要都係食腐肉啦，可能魚啊、青蛙啊或者係啲蛇嘅腐肉咧，佢都會進食嘅。佢係扮演咗一個類似清道夫嘅角色啦，因為魚塘呢個地方好容易會有魚嘅屍體嘅。咁如果冇咗佢咧，咁嗰啲屍體可能就擺到變壞啦，然後會有啲傳染病啦。咁所以麻鷹咧喺
大自然魚塘入邊係有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喺度嘅。咁其實魚塘咧都可以揾到家燕嘅喎，除咗我哋城市嘅禪縫下邊啦，魚塘一啲建築下邊啦、禪縫下邊，其實都會見到家燕喺度築巢啦。因為其實咧，佢哋喺魚塘嘅電線上面咧飛嚟飛去啦，佢係喺度其實會喺魚塘入邊喺度捕捉一啲昆蟲去進食嘅。咁我哋望佢嘅時候，認住佢金屬藍色嘅背啦，同埋佢一個非常之飄逸嘅飛行方法喎。咁仲有我哋魚塘嘅一個長腿代表就係黑翅長腳鷸啦。咁佢嘅翼咧就係黑色嘅，背脊都係黑色啦。咁佢特色咧就係佢嘅紅色腳啦，佢係特別長嘅，再加上佢嗰個又長又直嘅嘴咧，其實佢就係涉水啦，喺水度行，然後咧捉啲水生嘅昆蟲啊、蚊啊或者啲甲殼類為佢嘅主食嘅。咁再介紹呢種啦，可能其實好多朋友仔見過，但係其實唔知佢係呢種嘅。咁佢嘅名叫露翅。咁咧其實咧佢就係通體都黑色啦，但係塊面咧係黃黃地色嘅。咁大家可以留意下佢嘴啦，又長又有一個尖勾喺度嘅喎。同埋再者咧，其實佢係一個識潛水嘅雀仔嚟嘅，佢會咧潛入水追魚食嘅。咁佢係一個捕魚高手啦，再加上佢又成群出沒過冬秋冬季嘅時候，佢遷徙過嚟香港嘅時候啦，對於漁民嚟講咧，都係一個有啲頭痛嘅存在啦，因為捉魚實在太叻啦。咁仲有我哋呢隻非常有特色嘅雀仔啦，就叫反嘴鷸。咁咧點解叫反嘴咧？就因為佢嘅嘴尖係向上彎嘅。咁咧佢覓食嘅時候咧，會左右咁擺頭啦，去尋找水中嘅食物嘅。咁我哋見到其實咧，佢嘅頭頂係黑色啦，但係其實全身咧有黑白相間嘅斑紋嘅。咁佢隻怕醜啲嘅雀仔咯喎，咁佢咧成日喺啲魚塘嘅塘壆上面跑嚟跑去嘅。咁佢叫白胸虎鵞鳥啦，就因為佢白色嘅心口，仲有佢哋嘅背脊係深灰色嘅。咁 pat pat 咧就係紅啡色啦。咁佢咧叫做白胸虎鵞鳥嘅原因咧，其實就係因為佢嘅叫聲咧係虎鶴虎鶴咁樣嘅，所以咧就叫咗做白胸虎鵞鳥啦。咁仲有一種啦，就係普通翠鳥啦。咁其實咧，佢就係一種會跳水插水捉魚嘅一種雀仔嚟嘅。咁咧，其實佢會留意喺水邊嘅高處啦，去等待機會睇下水入邊有冇魚，有冇啲佢嘅獵物。如果見到嘅話咧，佢就會直接插入水入邊去追捕佢嘅獵物啦。所以咧，佢有比較流線型嘅嘴嘅，同埋佢好受呢一啲攝影朋友歡迎啦，因為佢嘅色彩十分之鮮豔啊，佢嘅背脊係鮮藍色嘅，心口就橙色啦，細細隻喺水邊高處，可能啲樹枝上面等待機會嘅。咁其實魚塘都有烏鴉嘅喎，咁佢哋咧魚塘好多時候咧會見到白頸鴉啦，咁佢比我哋城市見到嘅大嘴烏鴉再大隻啲，再加上咧心口咧同埋頸就係有白色嘅斑紋啦。但係咧點解會特別提到呢隻雀仔咧？就因為其實係一個近危嘅物種嚟嘅喎，但係對比起全球嘅族群咧，其實香港嘅數量係有增加嘅趨勢啦。其實就因為魚塘呢個生境十分之適合白頸鴉呢種機會主義者啦，咩都食嘅。咁佢就會好多腐肉俾佢食嘅時候咧，其實佢會中意喺香港魚塘呢啲生境度棲息繁衍，所以咧會見到其實香港有一個增加嘅族群出現嘅。好，咁講起呢種雀鳥啦，叫黃胸鵐。咁其實可能多啲人叫佢做禾花雀啦。咁佢係一種極度瀕危嘅鳥種嚟嘅。咁佢都可以喺魚塘度見到啦。咁左手邊嗰個咧就係女仔，雌性嚟嘅。咁右手邊咧就係男仔啦。咁雖然佢哋兩個咧都係心口黃色，但係其實見到雄性咧，佢嗰個色彩比較鮮豔啲，同埋佢面係全黑嘅。佢哋咧個嘴比較短，比較厚。咁佢咧其實就係專門咬開啲好硬嘅植物種子啦，所以其實咧魚塘唔止水鳥會見到一啲瀕危嘅唔同嘅食種子嘅雀鳥咧，都會喺魚塘嘅生境度出現嘅。咁我哋會知道我哋其實魚塘好多嘅自然生態啦，咁其實我哋都不時有唔同嘅活動去帶大家入去魚塘，去認識多咗我哋嘅魚塘生態，認識我哋嘅漁民嘅文化。我哋希望咧可以做到大家欣賞多啲，就希望尊重多啲啦。咁雖然就可能大家未必會係親身到訪魚塘嘅，但係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哋本地嘅淡水魚啦。其實咧，香港嘅塘魚養殖咧都面臨非常激烈嘅競爭啦。除咗進口嘅海鮮啦，我哋本地嘅海魚之外咧，最大競爭咧係我哋內地進口嘅淡水魚啦。大家可以見到，其實咧我哋嘅本地魚嘅生產量咧只佔我哋消費量嘅5%嘅啫。所以其實咧真係非常需要大家去出一分力支持我哋本地嘅淡水魚嘅。
你想支持我哋本地嘅淡水魚咧，其實我哋可以親身到街市去買一條啦，或者你想知點樣先認到係邊啲係本地出產嘅咧，可以留意有冇我哋漁農署推出嘅一個優質養魚場計劃嘅牌啦，或者係最新嘅有個優先港品嘅一個項目咧，其實都係推動緊我哋本地嘅一個農產品、漁產品嘅一個標誌嚟嘅。大家如果去街市、超市或者網上購物，都可以認住我哋本地出產嘅一個農產品、漁產品，非常十分需要大家嘅支持㗎。咁我哋香港觀鳥會魚塘保育計劃咧，都製作咗一個食魚地圖啦。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停一停，然後咧 scan 個 QR code 啦。入邊咧就係話咗俾大家聽，唔同區咧其實可以邊度買到我哋真係新界出產嘅，我哋香港出產嘅一條淡水魚咧。有興趣嘅朋友仔就千祈唔好錯過啦。咁今日嘅內容就嚟到呢度啦，希望大家對呢個香港嘅濕地雀鳥啦，同埋我哋嘅塘魚養殖業多咗認識。咁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哋香港嘅淡水魚養殖業啦，同埋我哋嘅保育工作。咁今日嘅內容就嚟到呢度啦，非常多謝大家，拜拜。